最近係休漁期，冇乜鹹水魚賣，所以多咗食呢啲淡水魚。今日我買咗啲鯇魚嚟到切薄片，先用一啲基本醃料醃佢15分鐘，包括糖、鹽、燒酒、粟粉、胡椒粉，再加多少少薑絲。我今次用佢嚟蒸雞蛋，蒸水蛋嘅方法之前分享過，用少少鹽發勻雞蛋，然後加入凍滾水，比例係1:1.5。煲滾水之後，將盤雞蛋放入去，用慢火慢慢咁樣蒸。蒸緊雞蛋嘅時候，我加多少少油入去撈下啲魚片，蒸咗大約7分鐘左右。睇下啲雞蛋先，見到雞蛋都差唔多凝結晒啦。呢個時候我就可以將啲魚片放入去，盡量將佢攤開去鋪喺面頭。啲薑絲要加埋入去喎，冚翻個鑊蓋蒸多佢5分鐘左右。見到啲魚片都差唔多熟啦，加多一紮蔥花，蒸多佢1分鐘。1分鐘之後熄火，焗多佢2分鐘，然後加啲蒸魚豉油，再加一啲熟油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呢個鯇魚片蒸水蛋係傳統嘅家常菜嚟㗎。